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这日票变薄，真侪外国观光客去到日本，讲这钱是真好买，而且吸引真侪人去遐观光，唔那造成塞车，还个这个餐厅、饭店、旅馆拢真歹订，致使在地民众拢无爱去观光景点啊。即马这北海道的观光业按算对秋天开始要推出2种的介绍，在地人会当有优待，也那外国旅客介绍就变较悬咯。 今年3月去日本的外国旅客超过300万人，创下新纪录。根据日本媒体土卫新闻报道，即马北海道嘛因为入境的旅客多，当地带小等等旅游的费用大起。北海道观光机构主席小金德建市建议观光业采2种介绍的系统，比如甲介绍提悬3%，也让在地人客会当拍9折。对于很多观光客来说，他们本来来这边就是现在汇率那么便宜，本来就买得很开心嘛。可是我们当地可能会。 在这方面还是希望保护，说不要因为这样大家就觉得这个地方那么多人，大家就不想去了。在北海道的台湾部落客观察，最近确实有侪外国游客来行搭，要去景点清在塞车，餐厅旅宿嘛真恶订。用2种介绍了后，因为日票的汇率要是低，外国游客来佚佗的意愿应该袂有影响。 东南亚的客人很多，居酒屋一般是需要点酒，那他也不太点酒，他可能一坐很久，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接客人的这个量。调查分析。 因应侪观光客去日本了后，日本当家已经有餐厅制定2种介绍，关西边口关嘛咧评估景点敢是要采用2种介绍的模式。不过对民众去日本，若是团体旅游，因为业者有长期配合的餐厅甲住宿，团费可能袂受到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